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小康之家，我係小康，投資可以好輕鬆，你的資產你掌控。嚟到物業活化系列第9集啦，咁今次咧係最後一個計算機，咁就物業活化終極計算機啦，咁佢係牽涉到一啲私人銀行級別融資嘅操作嘅，咁我哋叫佢多重融資計算機，咁呢個效果。其實之前第7、第8集都有講過㗎啦，可以額外嘅退休金啦，亦都可以做到縮短供款年期啦，亦都可以即時免費錢攞走，咁利用入邊嘅一啲投資工具，咁去賺翻啲錢還翻俾銀行，咁所謂嘅免費錢啦。咁咧嗱，都提一提大家啦，因為入邊涉及到嘅融資咧係比較大嘅，咁大家真係要做嘅時候咧，麻煩真係考慮清楚，同埋問持牌嘅理財顧問或者係投資顧問咁樣，咁等大家知道咗個風險同埋回報，自己承唔承受得到嘅時候，你再去決定。好啦，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到Excel 部分啦。咁咧，我哋會用翻我哋第8集陳生作為例子嘅，係啦。咁我哋而家跳去 Excel 嗰度，嚟到 Excel 嘅版面，咁照舊，我會將條 Google Drive 嘅 link 咧放喺簡介嗰度嘅，咁大家就可以自己下載呢個 Excel 啦，咁落嚟自己去試，去計下你哋自己物業嘅情況，真係攞嚟做一個私人級別嘅物業活化融資嘅時候，會有啲咩效果咁樣。咁咧，陳生嘅例子咁50歲啦，1100萬嘅股價，爭緊嘅按揭咧係450萬嘅，爭緊20年，按揭利率3厘，最多咧佢可以做到一個7成嘅按揭嘅，咁就30年期啦，用一個2.73嘅定息去計。好啦，之後下邊呢個位有個參數嘅，咁就撳翻而家嘅 HIBOR 啦。咁個 prime rate 同埋選擇基金嗰個派息率係幾多啦？咁呢個咧，大家因應自己情況去調節6啊、7啊、8啊咁樣自己去揀。咁而嗰個 HIBOR 咧，其實唔一定要填而家係幾多嘅。即係如果譬如你想做個測試萬一嚟緊 HIBOR 你覺得會升嘅，3厘會係點咧？4厘會係點咧？咁你可以自己打落去嘅。好啦，打晒啲物業嘅基礎資料之後咧，隔離咧佢會彈咗個物業活化效果嘅嗱。呢度咧，佢係未最準確嘅。點解咧？因為我哋有個位要調節，我哋調節嗰個位得㗎啦。就係最底，你會發現有好多分頁嘅。我哋頭先係喺一個物業活化快速測試嘅分頁入邊負責輸入資料嘅啫。跟住我哋就要去到組合1，呢個就係成個嘅回報計算表啦。咁咧入邊有好多內容嘅，咁我唔逐一講啦。同埋咧入邊因為牽涉到唔同嘅投資工具啊，入邊有保單啦，亦都會有基金咁樣。咁咧，大家如果真係想了解入邊嘅數字咧，麻煩就去揾有牌嘅理財顧問啦，或者當然啦，你去 PM 我哋都得嘅咁樣。好，咁咧呢度有個位最關鍵，我哋睇呢個，你見到零零舍舍一行咧白色嘅零零舍舍一行白色，預留現金融資金額。就係呢個方案，我哋留幾多作為現金儲備去抵禦風險，同埋有時加按你會每個月嘅供款多咗噶嘛，咁我預留啲現金咧就可以協助去供多咗嗰部分啦，其實係咁解嘅。咁呢度咧係我哋唯一要調節嘅位嘅啫。咁點樣調節咧？我哋就喺隔離度儲備足夠支付。咁呢個有個數字啦，咁幾多年咁樣？咁呢個咧，通常我哋建議就係你 target 維持個計劃幾耐，咁你就即係 target 佢係幾多個數字咧？咁呢個數字咧，你唔可以就咁打個數字落去輸入㗎，我哋只能夠改呢個預留現金呢一部分。舉個例子，譬如而家係預留25萬啦，佢就9年。咁譬如我預留多啲嘅，譬如我預留50萬，咁即係預留嘅現金，我打多個零啊。個8000萬10萬，咁預留嘅現金多咗咧，咁自然就可以足夠應付額外供款多啲年份嘅，因為19年咁樣啦。咁其實咧嗱，佢有一個方法係可以協助你咧，exactly 揾到呢一個10年期我要留幾多錢嘅，咁就撳模擬分析啦，目標搜尋，跟住個儲存格就係呢一格，跟住目標值譬如我想做12年12年。咁咧就變數就變呢一個咁嘅確定，
咁咧佢就會自己跳噶啦，即係哦原來你喺呢度留34.8萬作為現金儲備，我就足夠玩12年噶啦。咁我當12年先啦。好啦，咁呢度 set 好咗噶啦，已經，我哋就可以跳翻出去睇啦。原來我哋留咗12年嘅後備現金去應付額外供款。咁咧最早咧係可以8年完成按揭嘅啦。嗱，呢個就準噶啦，因為已經調節咗啦啲嘢。咁我就8年可以完成按揭啦。而最快變咗就係縮短12年啦，因為本身做20年啊嘛。好啦，咁第6年，呢度冇額外收益嘅，因為按揭未完成啊，按揭未完成，但係個按揭咧已經會俾你乜都唔做，係啦，少194萬噶啦。咁而第8年結束個按揭，因為可以完成咗嘛，咁完成個按揭之外咧，仲有20萬剩低喺度嘅，而原本咧個按揭都減少咗300萬。嗱，咩叫做原有按揭減少咗300萬咧？即係譬如阿陳生佢乜都唔做，佢爭450萬爭20年噶嘛，佢按照原有呢個 schedule 去到第8年咧，其實佢仲會爭銀行300萬嘅。咁而家做咗呢一個私人銀行嘅配置咧，變咗。佢呢300萬冇咗㗎啦，清還晒㗎啦，咁咪慳咗300萬嘅按揭咯，減少咗咯，咁樣。咁第10年咧就會額外有200萬，同埋個按揭咧，如果照原有 schedule 咧就慳咗250萬㗎啦，咁加埋就係個總收益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啲現金流嘅情況，咁你哋可以自己詳細去睇啦，咁樣。咁咧其實初步咧。呢個 Excel 咧就完㗎啦，其實冇咁複雜嘅，非常簡單。咁當然啦，詳細其實佢配置咗啲咩資產咧，具體係點樣做咧？你可以慢慢參考翻呢度嘅。其實個 step 咧同翻之前我哋第6集、第7集、第8集差唔多㗎啦，都係配置我哋叫3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個基金，我哋買幾多咁通常就將加按嚿錢買晒落去嘅。咁買完之後，先再喺銀行做個融資，套翻啲錢出嚟，將部分就擺落現金嘅儲備，部分就做一個我哋叫做保本嘅保單咁樣，咁可以做一個對沖咁樣，係啦，咁3樣嘢，基金啦、保單啦，同埋預留現金，咁下邊就會有個 cash flow 嘅表呢3樣嘢帶俾你嘅 cash flow 係正定係負數咧？咁樣，咁最尾呢度就係、每一樣資產，我去到唔同年期第5到第10年咁樣，我退晒佢，我可以分別攞翻幾多錢？而另外個按揭新嘅按揭啦，去到唔同年期會仲爭幾多錢？我攞翻嚟嘅錢夠唔夠冚晒啲按揭咧？如果夠嘅，剩幾多？唔夠嘅，爭幾多？咁另外最尾就係、我乜都唔做，原有嘅按揭 schedule 又會係點？我優化成點？咁樣全部有晒喺度㗎啦。咁當然啦，你要注意翻就係、保險嗰度係包含埋分紅嘅，即係非保證部分有機會多啲有機會少啲。咁具體睇下你做邊間公司邊個計劃啦。咁記得問翻持牌嘅 agent 咁樣問翻去攞資料同埋清楚個風險啦。跟住基金一樣啦，可升可跌嘅。咁我哋唔知道你第8年、第9年、第10年嘅時候，你賣翻基金出去嘅時候係升定跌好難講嘅呢啲嘢。咁盡量揾一隻穩陣啲，你自己承受到風險嘅基金。最尾我哋 review 一下物業活化終極計算機嘅3個步驟。咁咧 step one 咧就係輸入物業按揭資料啦。係啦，咁你照翻股價爭緊幾多按揭幾多年幾多利息，跟住打翻最新，因應你嘅供款負擔能力啦，或者你嘅資產能力啦，咁佢最多可以做到一個幾大嘅新按揭咁樣。咁step two 咧，你就要去到第2個分頁啦，組合1嗰度去調整翻預留現金。嗱，你淨係改預留現金白色呢一行呢個數字得㗎啦，港幣呢一行。咁而你調整呢個數字大啲嘅，咁你嗰個儲備足夠支付嘅年期就會多啲咯，少啲嘅，咁呢度就會少啲㗎啦，個儲備少啲。咁而你去揀一個你心目中你認為適合嘅一個年期，咁當然啦，你唔能夠太短嘅，即係你唔能夠1年2年咁樣嘅，你唔能夠太短。咁太長嘅你又未必想啦，因為你要等好耐啊嘛。咁可能6到12年呢個 range 啦，咁你自己去決定。咁最尾咧呢度你就要調節翻，呢個去翻第1版嗰度輸入物業資料下邊嗰度咧，會有得調整翻啲 HIBOR prime rate 同埋你揀個基金個派息率嘅，咁你可以自己調節。咁最尾你就睇翻個結果佢個按揭年期有冇縮短啦？
跟住6年啊、8年啊、10年嘅時候咧，咁佢可以有啲咩額外嘅現金收益咁樣咁佢會有寫喺度噶啦咁樣。咁有個小貼士啦，就係記唔記得我哋話我哋有個高 seeking 嘅我哋講咗下邊高 seeking 呢一度，咁就資料模擬分析、目標搜尋，記住個目標儲存格咧，我哋就撳翻年期呢一個數字，跟住個目標值，即係你想做幾多年咁6到12年啦，我哋建議，咁你就自己揀啦。當然啦，你話我想試10、30、40、15都得嘅，咁你自己輸入你心目中嘅年份嘅數字。跟住咧變數儲存格咧就撳翻預留現金港幣嗰個格咁你自己調節得㗎啦，咁我咁確定。好啦，咁而上邊呢度咧其實有啲業主啦，我哋有啲朋友啦咁樣，佢都會反映就係、咦，其實我唔想將個基金融資咁多，因為我驚有風險，我唔想或者叫做借咁多錢啦。我呢一個數字可唔可以調整下，甚至乎零都可以嘅其實。咁但係你要注意啦，因為如果你係零嘅話咧，即係變咗基金買完佢就冇額外錢借出嚟㗎啦。咁你要自己用人手調節咧，就係派息基金呢一度，你未必全部買晒咯，即係變咗可能套320萬嘅，你可能假設咋嚇260萬就買晒基金，跟住60萬就可能掉去保單，可能係咁或者當然啦，你全部基金或者全部保單又會係另一個效果，咁你要自己去計嗰啲cash flow 啦。好啦，咁咧其實如果你對物業活化有興趣啦，或者係對 Excel 有疑問咧，其實我哋都唔介意咧，你哋過嚟揾我哋去傾一傾嘅。咁你哋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哋啦，或者係有啲問題喺 YouTube 下邊嗰度留言問我哋都得嘅。咁呢度有個 QR code有個電話 number，咁你哋自己隨時揾我啦。咁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我呢個 channel 啦。咁同埋如果你覺得其他業主朋友係睇到呢條片會對佢有幫助嘅，咁你可以 share 埋俾佢。咁多謝大家收睇呢一個物業活化系列啦，thank you，拜拜。